热变算漂流记。第一章，生活的开始。伫1632年，我出世伫英国的约克，伫一个真好过日的家庭。我毋是本地人，阮老爸是德国布雷蒙人。搬来英国的时，上大生，伊住伫好学。伊做生意趁着钱了，就甲生意收起来，搬去住伫约克，搁伫遐和阮老母结婚。阮老母因兜姓热变算，是当地一个真好过日的家庭。自安尼，因甲我号名叫热变算可以出纳。毋过，因为英国人读可以出纳即个字总是走音，逐个拢甲读做库鲁索。阮嘛规气甲安尼读，安尼写，阮朋友嘛拢安尼叫我。我有2个兄哥，大兄是弗兰德斯的英国步兵团中校，迄个团以早捌由出名的列克汉上校所率领。大兄伫丹克奥克附近和西班牙人战死。阮二兄的代志，我到今拢毋知。就若像阮爸母对我后来的代志完全毋知共款。我是厝内第3个后生，阁无学写手艺，所以自细汉我的头壳就爱学白相。阮老爸是一个老古董，爱我有好的教育，毋管是请家庭老师，也是去读全卡免费的公学校拢好。伊希望我将来做律师。毋过，这我拢无趣味，我简单想买出海。我的兴趣互我无顾老爸的心意，甚至违反伊的命令，嘛无听老母和朋友的恳求和苦劝。我的这种个性，敢若已经注定我未来不幸的命运。阮老爸是一个聪明正派的人，伊看我的意图，知迄会带来不幸。就不时甲我开破，阁互我真好的建议。一天早起，伊叫我入去伊的房间。迄时伊因为痛风，行动无方便。伊真诚恳阁甲我苦劝一遍。伊问我，除了满足我爱流浪的兴趣以外，到底是啥理由我要离开爸母，离开故乡？伫故乡，我会当有人牵架。只要骨力搁拍拼，有真好的机会趁钱，过顺时快活的日子。伊甲我讲，一般出海冒险的人，毋是散甲贵买掠，就是买趁坏钱的人。因的心肝大，想要行无共的路来出名。这落代志对我来讲，毋是无价值，就是无必要。就我的地位来讲，是伫这2项中间，是伫价钱生活的顶面位。为长期的经验来看，这是第一层的阶层，上适合人的幸福。因袂像价钱的人靠劳动，食苦枵着忍受不幸和苦楚，嘛袂像顶层的人，为着丰盛、奢侈、野心和目测，变甲无一个定着。伊讲，我会当顾这个事实来判断中层生活的幸福，也就是这是所有的人欣羡的地位。济帝王拢怨叹因高贵的出身带予因不幸的后果，但原因出身伫2个极端的中央，伫卑贱和高贵中间。明智的人干正讲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，因为因祈祷，莫散车，嘛免好业。伊叫我注意观察，安尼我就总是会发现，生活中的灾难是由人类的顶层和下层在承担，中层的苦难上少，嘛无像顶层甲下层安尼遭受遐济变迁。而且，因的身体和精神嘛袂像生活腐败、奢侈、放荡的人，也是像劳动欠缺要机的人，因为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。致到遐济困扰和不安。中层的生活适合各种美德、各种享受。和平和富足是中层财富的助手。
克制、准则、平静、空间、社交，一切欢喜的消遣，含一切期望的乐痛，拢是中赞生活的福气。中赞的人过这个方式静静顺利行过世界，搁轻轻松松离开，无受着手也是脑的劳动所困扰，免为着三顿做生活的努力，嘛免受困着的环境迫害，致使失去灵魂的安宁含身躯的休困，搁较袂因为怨妒的激情来受气，也是因为对大事项的秘密野心来心狂火道。中赞的人伫轻松的状况下，轻轻行过这个世界，故你伫感受生活的甜蜜，无苦涩，感觉家己的幸福。透过日常经验的学习，搁较认捌人生。然后，伊个亲切的态度先困劝我，毋通囡仔性，毋通去买食苦，因为无论是人的本性，也是我的出身。我是毋免食苦才对。伊讲，我无需要款三顿，伊会甲我安排好势，尽力互我过拄则讲的中赞生活。如果我伫这个世界袂顺利、袂快乐，迄定就是我的命运，也是因为我家己的罪孽。因为伊看到我要行的路，一定会伤害我家己，才出面来苦劝。但伊已经尽伊的责任。总讲一句，我若听话，留伫厝呢，伊一定尽力为我安排甲真好势。所以伊无赞成我出外，将来我若有啥不幸，迄就无伊的地带。最后，伊讲，阮大兄就是一个例，伊嘛捌过共款的身份，劝伊毋好去参加战争，毋过无效。少年人的欲望致使伊参军，搁战死。伊搁讲，伊当然永远会为我祈祷。毋过，我若行这条戇路，伊甲讲，生命定着袂保庇。以后我若发救人无人应的时，就会反悔家己无听伊的苦劝。